咱以前无啥共款的所在，咱头一届，所以咱大家就是爱会当学习啦，因为这是学习的过程。这时阵，请咱同齐来祈祷。听堂的天父，阮感谢你，你创造母亲在这个世界，互阮体验助力疼。阮也看到母亲的辛劳，在家庭、在教育、在逐个所在，做阮美好的引带。恳求你帮咱伫今日这个日子，互我会当牢记你，也同齐，我会当陪伴阮的妈妈。恳求你帮咱带领，在每一个时刻，我会当活在助力疼内底。主啊，让阮自执，阮真欢喜，因为这是我属灵的家。今日嘛有侪人要来见证因的信仰，要来正人的面前誓约。主啊，恳求你帮咱带领，帮咱阮所有的程序，拢会当顺遂。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拢会当记得因誓约的时间，帮咱因在信仰的路站来跑走。恳求你听阮的祈祷，逐时阵甲阮支持，欢喜阮所献上的祈祷，奉主所叫性命的求，阿们。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大家早安哈。拍手我就用华语。今天呢，除了是母亲节庆祝母亲节的日子呢，然后也是安息日。那我们希望邀请大家能够一起站立，然后一起来敬拜赞美。那如果你有身体不适的，我们也可以不用起立没关系。那邀请大家能够一起来赞美他，赞美我们的神。跟着节奏一起来拍手，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子民行走全地，把好消息宣告你的名。高举的神的祭旗，我们称谢你，你是我神。旁边小朋友可以跟着一起拍手哦。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神的儿女当欢呼喜乐。耶和华已战胜仇敌，战胜仇敌，全地大声欢呼。耶和华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人子民行走全地，把好消息宣告你的名。高举的神的名旗，我们称谢你，你是我神。
力量，他是我们的盼望。我们要将他的好消息到全世界各地。我们要继续唱这边，唱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力量，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子民心中宣的，把好消息宣告你的名，高举得胜的旌旗，我们称谢你，是我神。我心中一切的盼望，耶和华是我的诗歌，又是我的拯救。神子民心中宣的，把好消息宣告你的名，高举得胜的旌旗，我们称谢你，是我神。得胜的气息，我们称谢你，是我神。我们的掌声，我们的欢呼都赞美共跟神。邀请大家可以先坐下。就是如果当中已经有受洗的人，就是你自己在受洗的时候，就是你一定有曾经有跟神说，我在这里，我们愿意，我们愿意为神，我们的神服侍。就是我们邀请大家，就是如果你也还没有受洗的，但是你心中也有那个渴望的，或者是你还在寻求的，都还是可以来唱这首《我在这里，我愿意》，就是让我们的神能够有机会来充满你，然后来感动你。就算你没有受洗，但是也没有关系，但是就是还是愿意为主来服侍。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我们先邀请弟兄。当我走未尽的事情，恢复我做你宝贵儿女，父神，我愿更多明白你心，了解你为何微笑，为何我们请姐妹来唱。我活着不再为自己，用我成为你爱的器皿。父神，我愿与你同行同行，能与你一起微笑，一同流泪哭泣。你说我对这时代有心意，你愿不愿意为我去？父神，我愿体贴你心意，我在这里，我愿意，我愿意。我渴望看见每一颗心会转向你，听见敬拜声音在全地响起。我祷告，看见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我盼
为自己，用我成为你爱的器皿。父神，我愿与你同行同行，能与你一起微笑，一同流泪哭泣。你说我对这时代有情意，你愿不愿意为我去？父神，我愿体贴你心意，我在这里，我愿意，我愿意。每一颗心会转向你，听见敬拜声音在全地响起。我祷告，看见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我盼望看见每一个走入命地，见证生命转变的伟大神迹。我愿意成为那麦子落在土里，结出许多子粒，祝福这地。在这里，我们愿意成为他的器皿，我们要成为麦子落在地里，然后能够茁壮成长。来呼求我的神，我渴望，我渴望看见每一颗心会转向你，听见敬拜声音在全地响起。我祷告，看见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我盼望看见每个人走入命地，见证生命转变的伟大神迹。我愿意成为那麦子落在土里，结出许多子粒，祝福这地，结出许多子粒，祝福这地。我被滚对你，从我一心的后里，回应你的呼召，甲听他，坚持一生无骗你，主啊我。从我一心献给你，求你因我罪你的欺负，将你的疼分享出去。主啊，我要滚对你，从我一心献给你，为你的呼召，甲听他，坚持一生无骗你。
心献予你，求你用我做你的义句，将你的疼分享出去。你的话，让我心，当我茫茫的时，带我行过人生的路。你的疼点我心，当我无外口的时，予我不茫行落去。主啊，我要阮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回应你的好调甲疼痛，愿一生无骗你。主啊，我要滚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疼分享出去。讲一摆，主啊，我要滚对你。主啊，我要滚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回应你的好调甲疼痛，愿一生无骗你。主啊，我要滚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疼分享出去。这是要邀请大家当，能够就是用祷告的方式，然后能够祷告，然后跟我们的神说，主啊，是的，我们愿意跟随他，我们要将我们的一生献给他，我们要将他的爱，将他教我们的一切，然后来回馈到这个世界，然后来成为这个世上的光的盐。我邀请大家一起来祷告。主啊，我要滚对你。主啊，我要滚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回应你的好调甲疼痛，愿一生无骗你。主啊，我要滚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疼分享出去。主啊，
心无偏离。主啊，我要跟随你，将我一生献予你，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听分享出去。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听分享出去。我们慈悲爱的父神啊，主啊，是的，我们愿意，我们也在这里，我们随时的愿意成为你的器皿，我们愿意追随你，我们愿意回应你的呼召，来为你做服侍。主啊，我们要在这世上成为你的光，你的盐，来成为这个地方的祝福。我们要像麦子一样落在土里，然后能够茁壮，结出许多的更多的籽粒，更多的麦子。主啊，是我们愿意，恳求你能够将你的圣灵充满于我们，让我们在每天，在每时刻都能够因为你的圣灵，因为你的充满，因为你的祝福，都充满喜乐，都充满平安。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安静心来准备我们的礼拜。我真欢喜，人招我讲，咱来去上主的殿，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咱着欢喜，着庆祝。这时，请咱做伙献开圣诗第408首，清早起来学老主。圣诗第408首。清早起来学老主，一暝平安受主恩。今日恳求主保守，为主做工心安稳。请咱大家做伙去念金泉首。主
请坐。即摆请大家掀开着酒报后壁第6页主导文，咱做伙来读。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迷试，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启应，请咱掀开着圣诗的后壁面，启应文第33篇，也就是诗篇第139篇。启应文33篇，咱做伙来启应。上主啊，你有监察我、捌我。对真远，你嘛看会出我的心思。我的所行所做，你嘛拢知。你已经来，我要讲啥物？你亲手保护我。遐尼高深，超过我的了解。走到倒位，我才会当闪避你。我若落阴间，你嘛伫遐。还是去到日落迄边。你的正手嘛会扶持我，叫暗暝甲我举早。暗时亲像日时遐尼光。上帝啊，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我若要算，比海沙较侪。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求你指点我，互我无歹行为。这时，咱做伙来吟圣诗第18首，我心懊恼上帝。圣诗第18首，我心懊恼上帝。自然应我的爸，天地万有三甲一声，懊恼伊大尊名。树木田园水泉，强冲大海关山，显明伊大权能，阳光仁爱公义昭彰。请大家起立跟联手。
家请坐。这时咱要请主日学来献诗，因所要献的诗歌是《妈咪》。现场的妈咪站起来，互小朋友会看会到。真个有安尼记载，甲用孩童，互伊着行的路，就是到咯，伊嘛无偏离。有在这个妇人人，谁会当得到咧？伊的智慧要行过真趣。各位在座的妈妈，感谢恁，用着恁的才力，用着恁的智慧来建立家室，互咱的主流的囡仔，互咱的教会会当有未来真侪愿望。祝你做每一个做妈妈的，也是有妈妈的疼心的，伫今仔日拢母亲节快乐！祝大家来喂，10岁小朋友，我们一起祝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预备来，母亲节快乐！
妈妈们母亲节快乐！来。然后我们等一下，确定阮就要去军队，咱的先祖的脚只，要行去到渡船头。那么请陈牧师要伫遐讲咱的历史的故事。转来时，阮就要做妈妈亲子的手模吼，会甲恁的手、恁的握手、恁的牵手、恁的温暖的手来分下来留落来。请咱各位妈妈，是各位阿公阿嬷。爸爸妈妈拢会使啦，阿公阿嬷拢会当做伙甲阮来做伙来庆祝来孝念咱的母亲，来纪念今仔日的妈妈，互每一个妈妈平常时的辛苦，拢伫今仔日会当暂时来休困，然后搁一个祝所有的妈妈今仔日搁有逐工拢有得到上帝的恩惠，稳上加稳，力上加力，安尼平安。非常欢喜，足活泼的。是请大家安静心，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主日的早起，阮满心欢喜，满心感谢来到你的殿，甲阮的众兄弟姊妹做伙来敬拜你。你赐阮侪侪福气，互阮一切拢无欠缺。你阁赐阮智慧来处理生活的万项事。虽然生活无容易，学生有学生的重担，爸母有爸母的重担，食头路的也有侪侪负担。毋过主，你亲身来爱阮讲，路考背重担的，拢着来我遮，我要互恁安歇。感谢主，道成肉体。互阮所信的拢无空空，我为阮人的罪钉死伫十字架，除去阮的罪恶。阮搁较感谢主，你的国话，互阮有仰望，通好面对世间的挑战。主啊，若是因为阮的骄傲，直到面对着艰难，求主原谅阮，帮助阮，互阮会当倚靠你。虽然阮的心愿意跟对主，阮的肉体却软弱，倚靠这个世界，倚靠家己力量。求主你的圣神赐福互阮，互阮通好明白你的道理。感谢主，你赦免阮一切的罪过，互阮通好来敬拜你。今仔日是母亲节，阮感谢主，你创造人类的时，你有造男造女。互相做伴来做主的工，阮搁较感谢主的，就是这个世间因为救主基督的降生，互妇女的地位会当提悬，信仰的美好透过妇女会当代代流传。我嘛感谢你，使阮每一个人拢有妈妈，愿阮的妈妈拢会当得到主你的祝福。会当平安，会当快乐。若是阮的妈妈已经无伫咧阮的身边，恳求主你赐福互阮，将妈妈上水的回忆放在阮的心里。今仔日嘛有几啊位兄弟姊妹要来告白因的信仰，阮真欢喜会当3到5分来见证这个时刻。愿主大大赐福互因。也互阮众兄弟姊妹伫咧未来，阮的信仰内底会当扶持做伙来行天路。即时，阮咧安静阮的心来听咱主你的话，领受主的教示。阮也搁一遍决心要照主所手术教示互阮的来行。愿阮的人生会当活伫咧主你的内面，一生来跟对主耶稣。愿你的信心。感动每一个见若提求你的人，互阮得到安慰，得到快乐，得到平安。主，阮感谢你，阮安尼祈祷恳求，是奉靠主基督耶稣的圣尊名求，阿门。
是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圣经，是记载伫个以斯帖记第4章第9节甲第17节，伫个旧约的圣经第535页。以斯帖记第4章第9节，请大家来看，我来读。第9节，哈塔格倒来，用末底改的话甲以斯帖讲，以斯帖阁甲哈塔格讲，托伊甲末底改讲。王的证人神甲王遐省的百姓，拢知有一条定着的例，若无受条，自转入来院见王的，无论男女，若毋是王举衣金的拐仔，互伊得着活的，就着互伊死。当我无受条，甲王遐已经30日久啦。伊就用以斯帖的话甲末底改讲，末底改吩咐人甲以斯帖讲。你毋通拍算你伫王宫内比种犹大人较袂脱离。伫即时，你若静静拢无讲，犹大人要对别位得着脱离，得着拯救，你甲你的老爸家会拄着灭亡。要实在你得着王后的位是为着今仔日的时势啊！以斯帖就吩咐人回复末底改讲，去召集伫苏珊所有的犹大人，为着我禁食3日。即暝无食无啉，我甲我的宫女也要禁食，然后我要无照例入去见王，死就互伊死。末底改就去照以斯帖一切所命令的去行。圣经共读到遮，这是咱要请牧师来讲道。今日牧师的题目是：这是你的身份。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是母亲节。也是咱教会的圣礼典，咱当这个时间，咱除了感谢母亲伫过去的日子伫厝内底照我以外，咱嘛也恳求上帝将伊的平安、伊的喜乐，拢放伫每一位母亲的身顶。我想，母亲诚做咱生命中一重要的人物，所以。咱更较爱遵探着上帝话，10条诫内面所讲的，着孝敬你的父母。无论咱的母亲是毋即马还阁伫咱的身躯边，总是咱依然用感谢、笑脸来回应上帝透过母亲，互咱遮所有的疼。我想这就是咱今仔日要伫母亲节，甲所有的母亲讲。上帝赏赐恁平安，上帝互恁有永远的喜乐。我想这是真重要的事，咱同心来祈祷，拜上帝伫你的面前，咱献上感谢。我感谢你，互阮伫主日的早时，我会当组织，我做伙来敬拜儿女。我嘛组织来领受对你遐来的话语，正做阮生命的冕旒。愿主亲身看顾阮今仔日为行洗礼、虔诚礼以及信仰个别的兄弟姐妹，互因伫人生的这个时刻有一个新的转变，互主你的疼继续伫因的身躯顶来显现。愿主看顾阮今仔日的礼拜自头到尾，拢有你的圣手也查保护伫地。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是《以斯帖记》第4章。伫《以斯帖》的这本册是记载伫旧约的历史的这几本册的内面。这《以斯帖》甲以斯拉甲尼米因三卷，是伫以色列人受掠以后所写的历史的这个册。前两卷册，以斯拉也是尼米。是咧记载上帝囝儿伫犹大地的历史，也是讲上帝安怎眷顾伊遐要转来到耶路撒冷的这子民的故事。以斯帖是咧记载着上帝囝儿伫外邦的历史，以及上帝安怎保守徛伫遐外邦地的子民。以斯帖记。伊嘛有一个真特别的，就是自头到尾，伊无讲到上帝，总是咱会当对伊所记载的这事内面，
咱会当看到上帝安怎伫即个中间来做奇妙的事。那呢，以斯帖记有几个任务爱介绍互大家知。第一个是末底改，末底改伊是犹太人，伊是便雅悯支族的人，伊是正统的犹太人。以斯帖，就是照以斯帖记的记载，伊是末底改的堂妹，然后伊予末底改收做查某囝，这是以斯帖伊的身份。阁有一个是亚哈随鲁王，这个王伊的国势真强，伊的国家的范围对印度一直到古实，拢总有127个省伫伊的统治的下面。故事中间，咱讲一个较无共款徛伫对面的这个反派，就是哈曼，是一个宰相。那呢，对即几个人物的了解了后，咱会当看到以斯帖记对第一章开始的记载。以斯帖对一开始就准备正做一个王后，因为亚哈随鲁王伊会顶一个王后，因为寡代志因端，所以就无坐伫王后的位。以斯帖就安尼透过末底改的帮赞，伊坐去王后即个位，而且住伫苏珊即个城市内面。末底改嘛，因为伫接近了伫王宫即个过程中间，伊徛伫城门口，听到有2个警卫要陷害王，所以就将这项代志甲王讲，王就想示末底改伫王宫内面有一个官位伫的。伫迄个时阵，哈曼正做一个宰相，王阁下一个命令讲，即个城内面、即个国家内面所有的即个百姓、人神，拢爱向因来跪拜，拢爱向即个哈曼来跪拜。确实，伫末底改的心内，伊讲我会当跪拜，敢若是上帝尔，所以伊无要来向哈曼来跪拜，所以伊拒绝。咱知，当一个官位的人，伊佮透过王所下命令的时阵，伊若拒绝，安尼哈曼伊就心内有一寡无好的念头就出现啊，伊就开始要来设计，要来害末底改以及所有的犹太人，所以伊就做一个设计，甲王讲，伫你的国家的内面有一群人，因其实无降服伫你的，所以这群人爱甲因消灭。王就讲好，你办。毋仅安尼，哈曼阁用王的名发出追杀的命令，要来追杀所有伫国家内面的犹太人。王的命令透过王的转去那了后发出去啊！这项事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真大的代志。末底改听了后，伊拆哩衫，净去满衫，头顶也恢复，坐伫城门口。为什么伊要做这个动作呢？迄是因为伫犹太人的传统内面，当因拄到绝望也是哀伤的时阵，因会用这种外在的表现来代表因对这个代志真哀伤，特别因贵族要互这个哈曼消灭的时，因搁较绝望，所以其他犹太人嘛收到这个消息了后，就伫哀伤中间做同款的动作，紧食、啼哭、嗷叫、穿满衫，倒伫恢复的中间。互咱人会当想象的是，因真绝望，绝望到敢若性命无去的迄个时间。对犹太人来讲，因的未来无毋茫，因的规个民族拢要无去啊！也毋过，即个时刻，外口发生遮尔大的代志，王后以斯帖却毋知王宫以外的即个地区
有甚物款的代志发生，伊敢若听到莫德盖穿满衫，头顶也恢复这件代志，咧表达一哀伤。伊斯帖王后伊毋知是甚物代志，所以咱会当看到敢若王宫内面甲王宫的外口消息未通。我想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伊斯帖的身份是王后，所以伊无法度甲莫德盖直接见面，伊无法度了解王宫以外的代志，所以透过太监咧传话讲，莫德盖将伊所拄着甲哈曼的即个代志，以及哈曼要灭绝犹太人，而且哈曼阁甲王讲：你若互我做成这个事，我要献金银伫你的库的内面，你的银库内面，以及将这命令抄写落来，互以斯帖王后来知。咱若看到安尼，以斯帖伊要安怎呢？莫德盖伊讲甲要求讲，你爱去见王，你去见这个王的时阵，是要为着咱犹太人向王来恳求，恳求，互咱家己的遮的同胞会当有一条活命的路。咱故事看到遮的时阵，我想咱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以斯帖一开始会安尼回答呢？伊的回答是讲规定，伊讲规定是安尼，所有人拢知，意思讲，莫德盖你敢毋知吗？所有人拢知讲，王若无调遣任何人，任何人若你家己入去到内院的时阵，就会互王处死。这个规定你敢毋知吗？以斯帖佫继续讲，除非王将伊手中的这个管影伸出来，你才有得到赦免的机会，免得死。这是以斯帖伊回答莫德盖的话，而且伊后壁佫讲一句：我已经30天啊呢，30天无见着王呢，30天王嘛无甲我叫去，无甲伊做伙食饭，无甲伊做伙坐伫遐。所以，以斯帖伊到底咧想甚物？我想，以斯帖有可能伊咧顾虑甚物款的代志，也是以斯帖伊无愿意，因为讲我已经30天啊，30天拢无看到王啊，也是伊咧惊甚物呢？我想，以斯帖迄个时间。伊考虑的是伫律法的中间，甲伊家己的性命，伊要安怎来做？规定是袂当去，入去伊的性命就有可能真大的可能无去。也是伊咧思考的是，家己我若活落来，甲犹太人贵族会无去，到底我要安怎做？当以斯帖丢度的时，莫德盖托人甲警告，莫德盖警告是安尼，伊讲你莫家己安尼想，你莫想讲你伫王宫的内面，今仔日伫王宫外口所发生的代志，甲你无关系。你有可能甲比犹太人、其他犹太人较安全吗？你想讲你伫王宫内面，你有一个王后的身份，会当保护你免受到这件代志的对杀吗？莫德盖佫一摆提醒伊，甲讲：你若即个时阵无要出声讲话，安尼犹太人会对别位得到解救。你若无要做，我相信上帝会透过别人来完成这项代志。那呢，你甲你的家族就会灭亡。我想莫德盖讲一句话。是真大的提醒，所以德盖煞要讲，无定你安排做王后的这个时刻，就是为着即马。你做王后，就是要为着
解救、讨放犹太人，互人追杀的这个过程。以斯帖有听到啊？那呢，我要想的是，咱的身份是甚物？咱每一个人拢有无共款的身份，咱每一个人的身躯顶拢有侪的身份伫个。伫家庭的中间，咱有时扮演了囝儿的身份，有时咱扮演先生的身份，有时咱扮演太太的身份，也是兄弟姊妹中间的身份。那是工作的时，有可能咱是一间公司的 CEO， 爱领导一间公司；有可能咱是主管，咱是员工。那安尼，以斯帖王后的身份，我想甲咱普通时咱所认知的身份是无共款的。以斯帖王后的身份，伊毋是为着要享受遐的荣华富贵，虽然伊伫王宫的内面，伊会当享受侪王宫的大夫，总是无得解提醒伊的是，你做即个身，你有即个身份，毋是要来享受荣华富贵。你做即个身份，是要来拯救犹太人脱离灭亡的即个时刻。所以，以斯帖有听到，伊就甲末底改讲：你去调集书珊即个城内面所有的犹太人，叫因为我禁食祈祷，3天3暝无啉无食。我甲我的宫女嘛要安尼做。以斯帖知影这是生死的关头。伊知影靠家己无法度，只有请兄弟姊妹为伊祈祷，互伊伫大家的祈祷中有勇气来面对这项代志。当伊拄到困难的时，伊无阁想用家己的方式，伊知影这是全体所有犹太人的命运，所以伊后壁讲：那安尼3天了后，我去见王。虽然安尼做是违反规定的，也毋过我有缘要去。拄则咱的书会读这段圣经的时阵，伫上尾即句讲：死就死吧。这是一个决心，决心为着主卖命，为着主来放弃家己有的这个真重要的代志。各位兄弟姊妹，你愿意为着拯救性命、拯救灵魂，放下你看做上重要的代志吗？咱每一个人看重的拢无共款，咱每一个人所看的，有可能是财务，有可能是亲情，有可能是什么？总是你所看重的是什么呢？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阵，我领受到的是，咱人定定将家己看做上重要的，咱人定定将家己看做上重要的。咱想看卖，当咱有人甲你讲，你要爱去做什么款的代志的时，你有什么款的反应吗？有时教会中职邀请你做一个工作的时，你会想到的是什么吗？有可能咱会想到是我无时间，这项代志我袂晓。常常毋那是安尼，伫咱的工作中，有可能嘛会安尼来想。咱袂记得创造以及掌管这个世界、掌管咱所有人的是上帝。所以，咱所有的身份，拢是上帝予咱的。无论你是做父母的，你是做囝儿的，你是公司的负责的主管，也是你是员工，咱所有的身份拢是上帝予咱的。其中，我认为上重要的就是，咱是上帝囝儿的身份，咱是上帝囝儿的身份。今仔日有2位要信灵洗礼，6位要坚信礼。当因决定要来伫今仔日来举行这个信仰
宣告个别主耶稣是因性命救主时，开始安排因的信仰课程。伫早前2-3个礼拜，伊就礼拜刷了后，就来上课。有兄弟姊妹甲我讲，牧师你足辛苦的。我讲袂，看到这个人要宣告家己的信仰，我真欢喜。那呢，咱是毋是共款会当同心来欢喜呢？欢喜因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宣认主耶稣是因的救主。这个是要确认因家己上帝囝儿的这个身份。因选择了无共款的路，虽然共一条路，旧的路可能较黑暗，可能较无好行。新的路其实嘛是有缘的安尼。总是新的路会较光明，是因为有上帝甲恁同在。所以我要劝勉咱今仔日要洗礼、以及献身礼的这兄弟姊妹，以及要唤醒咱所有的兄弟姊妹，咱爱选择行伫神的生命的道路顶面。咱爱选择你要行倒一条路，无共款的身份。有无共款应该尽的责任甲义务，伫咱的生活中，咱常常咧尽责任，咱常常咧尽义务，总是伫基督徒的身份的。咱所爱尽的义务是甚物？咱所爱尽的责任是甚物呢？当咱成做上帝囝儿的时阵，咱要安怎来活出咱是基督徒的身份？我想敬畏上帝是真重要的。敬畏上帝，毋是干那嘴内底讲尔，是对你的心开始敬畏。这敬畏毋是惊吓，这个敬畏毋是惊上帝出发，毋是。这个敬畏是你真正将上帝放伫你的生命中的第一位。当你将伊放伫第一位的时阵，你才真正知影上帝创造、上帝掌权、上帝为你备办一切，因为你是上帝的囝儿。当你将上帝放伫生命的第一位的时，你就会当知影，当我要决定做这项事的时阵，也是我有啥物念头的时阵，会去影响到上帝荣耀业的。当你明白了解安怎才是要来荣耀上帝名的时，你就爱照着上帝话来行。所以今仔日洗礼甲更新礼兄弟姊妹，教会要送恁一本圣经，希望恁会当照着圣经，照着上帝的话语，去甲读入去，然后伫你的生活中行出来。透过安尼，会当甲上帝建立一个真亲密的关系。亲密关系建立了后，恁来见证上帝伫恁身躯顶的疼。过去你安怎领受上帝甲你呼召，成做上帝囝儿的身份的时，我相信上帝疼已经伫你的中间。我相信你有做见证伫这内面。昨伫小会问道理的时，一位姊妹讲，当伊拄到一件伊无法度处理，过去伊拢掠家己会当做，总是伊相信上帝了后，伊感觉伊咧处理迄件代志的时，上帝伫伊的边啊。这个就是咱见证上帝疼伫你的身躯顶。我相信咱所经历的每一项代志，拢有上帝恩典甲咱同在。咱会当将咱所领受的这个恩典、疼痛，甲人来分享，互人会当明白咱所相信的这位主耶稣基督。伫教会中，咱彼此扶持关怀，所以咱爱尽家己的力，咱看到需要的时阵，咱就来协助。教会嘛为着这要结新礼、洗礼兄弟姊妹安排属灵的同伴，希望伫未来1年会当帮助因伫信仰的道路顶面，无论伊对信仰有疑问，
是因需要带到关心的时，这位属灵的同伴会当帮助因行伫上帝为因备办的路。所以，咱每一个人拢要记得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就是将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传到地极，互最人来明白伊。洗礼了，也是更新了后，我想生命一定会转变。这个转变，毋是讲我确定洗礼、更新了，我就随便一个人，毋是外在，是爱需要，因为是一个开始，需要不断甲上帝建立关系，因为上帝一直咧等待恁，等待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回应。我想咱的生命有起起落落。总是咱来用一个图来看的时阵，永远是成长的，为顶面行起来。那呢，要安怎来行？就是咧回应上帝的听。生命中，咱的生活中，有缘咱有福气伫的，咱有情绪伫的，咱有欢喜、快乐、哀伤、受气，咱会拄着风影。总是当恁明白上帝宣告伊成你的救主的时，你有一个倚靠。当你咧经历这所有的风影的时，耶稣基督甲你同在。咱伫上帝恩典中间不断咧成长。所以，甲上帝建立一个好的关系，赢过这个世间一切的事。敬畏上帝，将上帝放伫生命中的第一位，甲伊建立好的关系。这是咱真做上帝囝儿一个真重要的事。伊斯帖，伊知影家己做王后身份的意义。那呢，我请问大家，你敢知影家己是上帝囝儿身份的这个意义吗？我相信咱的无共款的答案，总是敬畏上帝是真重要的。我看到一段话，甲咱兄弟姊妹甲来分享。这段话是安尼写的：写讲所有代志拢伫上帝的手中。那呢，当咱面对环境的时阵，无论这个环境偌歹，这个环境有偌大的风影伫的，咱拢用喜乐心来面对咱的环境。咱的处境有可能是拄着人的陷害，拄着人的无谅解，拄着一寡较歹的代志的时阵，咱用平安的心来应对。咱感觉失望的时，有可能是对某一人失望，有可能是对某一事失望的时，请用盼望的心来面对。当咱真失志，当咱唔知要安怎的时阵，请咱用积极的心来赢过咱的这所有一切的无好。上尾，咱来逐项事拢来学乐，逐项事拢来感恩。无论咱的处境是好也歹，无论环境艰难也是平顺，无论你的心情是怎样，逐项事献上感谢，逐项事拢学乐上帝的名。我想，伫圣经内面讲到智慧，智慧是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始。敬畏耶和华，正做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伫咱生命中真重要代志。爱记得恁的身份，今仔日要受洗兄弟姊妹，更新的兄弟姊妹，爱记得恁的身份是上帝囝儿的身份。这个身份是尊贵的，是无人会当取代。这是恁甲上帝之间的关系。那呢，通过恁每一个人，通过咱在座的每一位兄弟姊妹，恁拢要祝福伫即块地，互更较侪人因为恁得到毋忘的好消息。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父上帝，我很感谢你，通过每
你会听痛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会当宣认你是阮的生命救主。当阮得到无共款身份的时，我乃去思想的是，阮是上帝囝儿的身份。所以无论阮要做甚物，阮要决定甚物代志，阮拢爱荣耀你的名，互人得到利益。愿主帮咱看顾阮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互因的性命得到更新，互因的灵得到帮助。献上阮的感谢、祈祷、恳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掉你我心。咱这时要来举行圣礼典，大省咱举行的是洗礼。这是请咱唱圣诗354首，咱坐咧吟就好。咧吟要到第30个时，咱请今仔日洗礼2位兄弟姊妹来到台前，咱都会来吟圣诗354首。咱今日有2位兄弟姊妹要受洗礼，咱得到帮助是靠着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主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所吩咐的，伊对世人中过活了后，也未就天的大声，有讲天顶地下的权已经拢总互我。所以，恁着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有的命令，拢命令互恁，着假使因守，搁互我日日，甲伊伫地到世间的落尾。各位兄弟姊妹，伫五旬节的时，必定咧传福音，对听伊的人讲。恁着反悔，甲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到互恁的罪得到赦免，搁要互恁受信神的赏赐，因为所应允的是归伫恁甲恁的子孙，甲恁拢总远远的人，就是见咱的主，咱上帝所要调的人。陈亚峰、林彦成。陈亚芳、林彦成，亲像迄时彼得咧叫人反悔信耶稣基督，搁受洗礼。但我袂今仔日我嘛要安尼对恁讲，恁着深信，恁若真心悔改，就爱告别恁的信仰，伫伊搁来的时，才会得到永活的盼望。
即时你要伫伊的名内面受洗礼。今仔日的洗礼典，要互恁真做得到洗清的记号甲印证，佮要表明对信心内的顶头生，而且佮结连伫基督。所以，即时恁爱要受洗礼，恁着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头前告白恁的信仰。所以，恁爱来回答我所要问的。第一，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信神做恁的保惠师也无？较细声吼，大家可能无听到吼。较大声无要紧，勇敢讲出来吼。第二，恁有信心反悔恁的罪，也信服主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也无？第三，你着倚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恁有决意要安尼行也无？好，来，请长老来放起来。燕城先等一下哈。陈亚芳，我用水甲你行洗礼，是互爸囝信心的名。阿门。林彦成，我用互爸囝信心的名，用水甲你行洗礼。阿门。会众请起立，宣告：恁两人已经告白恁的信仰来洗礼。我告教会的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文山教会小会官兵，接纳恁，正做陪参的会员，有份伫主的道以及新的约的内面，咱同心来祈祷。全能慈悲的上帝，感谢你遐尼大的恩典，用这个圣礼典接纳你的囝儿进入你的教会，愿你祝福因，求你用信心降落伫因的顶面，而且来坚固因，也用恩典赏赐因，互因会当结连伫基督内面，得到主的充满，永远伫你的内面。拄着试炼的时，恳求上帝你保护因，互因为征战信仰的好征战。愿你的气力扶持因，互因的软弱得到主你的看顾，保守因安稳伫你的听的内面，故因会当一世人来服侍你。阮的主上帝，恳求你，互阮逐人对今仔日的参与伫即个圣礼典了后，会当明白洗礼的意义。求你赦免阮。因为阮若离开你的道路，阮就亏欠领受洗礼的恩典。求你，互阮会当完全的反悔，带阮转来到你的面前，对担以后做你尽忠的奴仆。阮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阿门。会众请坐，咱即时请小会员来接纳，转过去，转向那边。
殊吼，所以即马要互燕城。拄则伫讲道内面有讲到，咱教会有要送圣经，以及有安排属灵的同伴来陪伴因。陈雅芳要安排是师娘来陪伴伊，咱会拍鼓声，甲因鼓励。燕城，咱请义圣长老。这是要介绍因两人的亲人亚芳因为拢带着喙暗嘛，所以我就要求因讲爱有相片当然，倒一天喙暗摕起来是咱煞袂认得伊所以相片咱爱认一下亚芳伊的亲人今仔日来到咱中间，我看到因的先生妈妈甲小妹拢伫咱中间，请徛起来，互阮欢迎你。请坐。燕城应该妈妈也是爸爸甲阿嬷拢伫迄个所在甲伊个徐妈欢迎恁，请坐。所以伫未来，因的属灵同伴呢是真大的重担毋是干那即个任何属灵同伴尔咱所有的兄弟姊妹都爱斗相共，帮助因伫信仰的道路顶面继续往前行所以咱爱常常为因祈祷。好，咱搁拍一个谱啊！欢迎礼拜。来，请坐，请坐。这是咱要举行献信礼咱来唱拄则354首的第4节就好。咧唱的是请6位要献信礼兄弟姊妹来到台场。上帝美妙。好，防疫关系较开一点嘛。好，安尼大家较看有啦好。要接受献信礼兄弟姊妹，伫诗篇124篇第8节来讲，阮得到帮助是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现主是恁6位徛伫上帝的面前，虽然恁毋是洗礼，不过恁伫细汉的时已经受洗礼。今仔日恁会当家己决定来行献信礼，来告别恁的信仰，接受有份伫主的道的内面。所听的，我看一个名所听的杨庭文、杨庭兰、姚玉琪、姚佩瑜、许承恩、许国恩，你伫细汉的时已经受洗礼，已经结连伫主耶稣基督来成做伊教会的会友，属伫伊。上帝恩典甲恁伫地，互恁成长大汉。当即个时刻，恁要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来承认恁父母替你告别的信仰。恁爱家己告别即个信仰，来归属伫伊，献家己互伊，嘛是一届重新的誓约，要来服侍伊。咱的主耶稣基督有讲，所以见人伫人的面前认我的，我伫天里的爸的面前嘛要认伊。所以，我劝勉恁即6位恁的信仰，当恁要告别的时，请来回答我的问题。第一，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信神做恁的保惠师也无？第二，恁有信实反悔恁的罪，
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来得到罪的赦免也无。因我靠上帝恩典，尽力来服侍伊，一世人行伫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恁有决意要安尼行也无？请会众起立。宣告：恁细汉已经受洗，只是恁家己来告别恁的信仰。我靠教会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文山小会官兵接恁，定做悲惨的会员。有份伫主的道以及新约的恩典的内面，咱同心来祈祷。父上帝，全能的天父，你起造你的教会伫地面上，阁有应允保守伊到落尾。愿感谢你，这是对这所有的细囝因所施落的恩典。愿感谢你，互教会会当接纳因。来就近上帝，对因的受洗，你互因有份伫基督的体。愿感谢你，因为因伫过去的时日得到信仰的培养，以及伫生活中得到好的帮助。这时，愿恳求你赦免因拢总的罪，因只是要奉献家己互你，求你用你的恩典接纳因，因就就近你的圣餐。要接纳主耶稣基督的身躯甲血时，求你互因会当得到你的疼，有份伫你的恩典。主啊，用你对顶面来的气压来保守因，互因永远属伫你，日日来引带因，进入到上帝你永远的国度内面。愿安的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阿门。会众请坐，这是。请转过去，咱请小委员来接纳。因的更新咧，教会嘛准备更新咧证书吼，所以这是我从伊证书颁发给伊。因的属灵的同伴吼，为我的正手边就是你的倒手边这边开始吼，伊是姚玉琪吼，姚玉琪咱要邀请义如正做伊的属灵的同伴，请将咱的圣经甲花送予伊。过来第二位是姚佩瑜吼，咱要请新宇来送予伊。好，过来是许承恩吼，许承恩，咱要请恩林长老来送予伊。过来是许伯恩吼，咱要请文宏长老来送予伊。好，过来是庭文吼，庭文，咱要请美燕长老来送予伊。
好，过来是庭兰，我们请郑会长老。好，我这是来介绍吼，是我正手边这两位吼是姐妹，吼姐妹，玉琪是姐姐，佩瑜是妹妹，吼姊妹啊，伫这个时期当坐吼，其实应该做伙介绍，咱今仔日是3对吼，姐妹、兄弟姐妹吼，所以真特别吼，拢3个家庭吼，3个家庭吼，所以伊是一对姐妹吼。因为出来伊的妈妈吼，甲伊的阿姨吼，拢甲迄个表哥吼，表哥拢有来吼，咱请徛起来，咱欢迎你。好，相片这个配语吼，这是配语。那玉琪帮我上一张，这是玉琪吼，所以看者吼，喙暗若摕落拢爱啉的哦。好，来，过来呢是许承恩、许伯恩是兄弟吼，这边怎介绍？好，这我的大汉后生甲细汉后生吼，因这个相片是我家景的啦，我特别讲一下，因为因两个无要交相片。真欢喜亲人吼，阿嬷、舅舅吼，迄舅妈拢有来吼，甲叔叔、甲姑姑嘛，我有伫咧中间吼，好，好。过来是庭文、庭兰吼，这咱两个嘛，咱这两位咱足侪人虽然看因大汉的啦吼，所以昨咧小伙问道理的时阵，我听到讲咧发阿姑啦吼，这个我就想讲要安怎介绍，我来讲伊真正吼，可能咱教会一半以上的人拢徛起来，不过呢，嘛是爱徛起来，互咱看者伊阵容有多庞大，好无？请伊亲情拢徛起来者。来，亲人，有的人歹势行吼，搁楼顶的吼，好，请坐。好，咱真感谢这3对兄弟姊妹吼，因伫这个时刻同时来献心礼。好，谢谢，会当请转。好，咱搁有一位信用告别，吼，信用告别是廖姓李兄弟吼，来，廖姓兄弟请来到台前。廖姓李兄弟，伊伫2003年的时阵，伫朝会受洗礼，即时伊要来转入到咱的中间，成做咱的陪参会员吼。所以我要甲你问，你爱来回答一个问题：廖姓李兄弟，你敢有要接受已经承认台湾的基督长老教会的信用告别也无？有，好，咱请小会员来接来伊。廖姓李兄弟，咱嘛有准备圣经甲花要送予伊吼。因为进前伫朝会啊吼，朝会用的圣经的版本甲咱用的版本是无共款的，所以毋茫咱送一本圣经互伊来读，咱大家所共同读的这本圣经。我想爱特别为廖姓李兄弟伊来祈祷啦吼，伊足毋茫会当带伊的厝内底的人来明白耶稣，特别是伊的太太吼，所以咱伫祈祷中为着因太太会当入来教会，咱来为因祈祷吼。好，多谢，请坐。这时咱要来收圣餐，请咱来唱圣诗，圣诗。唱圣诗263首，363首。
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既然属伫伊教会陪餐者，咱三甲来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听主耶稣对既然归允伊的人来所讲的恩典的话，你若着我背重担，就就近我，我要互恁安息。主耶稣讲，我就是活命，就近我的人，决断袂夭；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袂去杀伊。主耶稣甲咱教示讲，我伫门外咧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我要就近伊，来甲伊食，伊嘛要甲我三甲啉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咱正义兄弟姊妹伫地，所听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所受的，也捌传互恁，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来拜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讲安尼旁杯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恁要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咧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主要是讲，这个身躯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同心来祈祷。主上帝，现在阮照着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车，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司，阮谦卑恳求你找圣神来甲阮做伙，互遐会当摆咧伫你面前的饼甲杯，互我会当接受，而且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的恩典的帮赞，我通成做阮属灵的朋友，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通荣耀你的圣名，我安尼祈祷，奉主基督圣尊名，阿门。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若每一届安尼咧食的时，就要行安尼来纪念我。咱请长老。当咱摕到饼时，咱安静咱的心，少念主耶稣为咱所背的重担，钉伫十字架顶，所予咱的恩典，咱献上感谢。咱欢迎伫主的名内面的陪餐者，咱会当做伙来领受。咱摕到了后，放伫手中，咱安静的心。咱确定啊，做伙同心来领受。
咱阁有倒一位兄弟姊妹还未摕到的，请举手，互服侍的长老会当到你的面前。主耶稣讲，这个是我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你若每一届安尼食的时，就安尼来纪念伊，咱一齐来领受。食了后，佮旁尾讲。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新约。你若纪念恁的时，就安尼行来纪念我。这个杯是主耶稣的血，甲咱所立的新约。咱若每一届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请服侍长老。这个杯是新约，是主耶稣的血所设立的。当咱摕到这个杯，咱感谢主耶稣伊所牺牲流出来的血，洗清咱的罪过。
这个杯是新约，是主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咱若每一届饮的时，就来纪念伊。咱三家来饮。咱大家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咧表明主的死。要直到伊佫来时，咱会当领受着永活的盼望。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伫地，咱当心来祈祷。恁的父上帝，因为你极大疼痛，互阮会当领受对你下来的圣餐，正做阮培养灵魂真活的食物，互阮会当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阮是真正圣囝奥妙身体的一体，就是受到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国的护卫。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献阮家己本身予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率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继续伫这个圣洁交通内面，对待以后会当荣光你的名。阮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咱备办心来奉献。头一遍的奉献，咱为着新隆中心来奉献。咱奉献是基督徒为着要感谢上帝恩典的回应。若是你无了解奉献的意义，请这个时间咱先唔免勉强来奉献。第二遍，咱要来为咱的主日进行奉献。
坐。是我来报告。今仔日是母亲节，第一报告大声，请咱先掀开剧部第2页，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好，掀开，咱做伙来读。鼓对天有啥讲？这个是我疼的囝，我所欢喜的。马太福音3章17节，搁一遍。鼓对天有啥讲？这个是我疼的囝，我所欢喜的。马太福音3章17节。澳洲的圣港混担，领唱徐一芬、苏磊、郭金敦、苏琴、苏云威、恨西献歌队、苏恨、张恩兴、林宗豪、交台张恩兴、潘宣豪、陈顺祥、音控彭兆亮、施浩轩、港口的经理卓正雄。来酒的聚会内容，请大家己来看。我主要报告拜3的查经祈祷会，题目是上帝的次序。经文记载伫诗篇第1篇第1节到第6节。主理是黄宗健传道，司会是彭兆亮执事。后礼拜主日礼拜题目是同为肢体的信仰。圣经信息还有启言，请大家来看。主理是卓正雄神学生。好，请咱大家掀开到后壁酒报第6页，我来报告教会消息。头一点是母亲节快乐，本主日是母亲节。为着要感谢母亲的辛劳，教会有送予每一位妈妈一份母亲节礼物，祝妈妈们生日快乐。礼物会伫咱1楼出口的所在来分发。母亲节快乐！第2点，足欢喜的今仔日圣礼典，咱有举行洗礼，还有献信礼。我阁甲名单来读一遍，请大家后摆伫咧教会，还有外口的时阵，拢爱认得出来。洗礼是陈雅芬、林彦成，更新礼杨佩文、杨佩兰、姚玉琪、姚佩宇、许承恩、许伯恩，信用告别廖胜利。第3点，奖学金的颁发，请牧师主持。好，奖学金的颁发，咱照旧无顶面的名单，咱请高中、国中高中大学研究所拢出来，好无？咱做一届，咱做出来。来，请来台前，医生长，请帮忙我，谢谢。来，都来台前来。来，活动在前面，活动在前面。好。咱拍鼓啊，甲伊鼓励。好，我们请回。教会设奖学金是要鼓励咱遮所有的学生，伊会当伫学业顶面有成长吼。所以我知影有几位老高无成长，所以请后学期爱记咧吼。这是一个鼓励互咱的细囝伊会当得到一个伫学业顶面的称赞。好，我刷接报告。第4点是野外礼拜，咱足欢喜5月23号，咱要举行咱教会野外礼拜。即边的野外礼拜是要做一个寻根之旅，就是来体验咱以前文山的老信导因的脚车，会到木栅、夹长埔、甲有来。礼拜了后，请大家到1楼的柜台来报名，向文宏长老还有干事来报名纳费。报名的时间敢若到今仔日咯，所以请大家一定要会记得，今仔礼拜刷着去卡写名，还有纳钱哦。
5月23号迄日，请大家爱穿103年的纪念服。好，第5点，交代教育的训练通知，5月16号下晡1点，交代训练的课程，主讲是科博士，欢迎对交代服饰有感动的兄弟做伙来参与。第6点，教会大合照，教会大合照的相片有开放会友来登记，会当买啦。啊，每一张是足大张的相片，是足大张，毋是细细张啊，足大张的。啊，迄张相片一张工本费有收100块。啊，若是有兄弟想要选的，伊有开放几个无共款的相片，互大家会当选。啊，有要选的嘛是共款到咱1楼的柜台来选出登记。第7点，玉山神学院的奉献纪念主日，后主日礼拜是玉山神学院的纪念主日，请兄弟备办心。第8点，野外礼拜的婚车表，婚车表已经搭伫1楼的公布拿，啊，若有需要调整，也是有一寡资料无正确需要修正的，请甲教师提出来更正。教会集体交通，啊，佮有教界的消息，请大家家己来看。我特别报告130周年的系列活动，啊，有一个要跟大家宣导，就是咱今年年底会推出130年的纪念特刊，啊，后一遍若是佮推出，应该是佮20年了后，所以伫即遍咱有几篇有需要会友遮来写见证的，就是这主题1见证篇。这20年来有特别的事件，也是甲文山教会感动有关系，请大家拢会当来写。题目制定，篇幅是150字，啊，相片1500字，1500字，啊，相片2张到3张。然后第2个主题是在这20年的时间过往的咱的会友也是亲人。嘛是同款会当写见证来咱家怀念。那篇幅一样是1500到2000字之间，相片嘛是会当放2张到3张。那第3个主题，这个请大家一定要踊跃分享，我是来催稿的，就是会友的家庭介绍啊，每一位家庭，每一个家庭拢会当介绍恁家己的家庭，相片会当1张到3张，啊，上面会当说一些家庭成员的介绍。啊，有一寡人讲，我一人一家，啊，你嘛不要紧啦，相片会当来，啊，咱做甲放在咱的特刊内底。那上面的这些截稿日期拢是甲这个月月底5月31号，请大家踊跃来投稿。咱希望咱这边的特刊会当纪念咱大家共同的回忆。好，不过到这啊，今仔日敢有新来的朋友？好，大家平安。平安。今仔日有足侪人领洗礼，啊，但是有一个要被介绍的是评委的后生，郭耀文，请起来，大家识一下。好，先欢迎你爷爷来指挥。欢迎。今仔日咱行洗礼、更新礼兄弟姊妹，因拢有亲人来吼，拄有刘仔介绍过啊，所以再搁一届吼，以普仔声来甲伊欢迎。好，这时请大家做伙来唱圣诗第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金丝线，请科牧师来为咱祝祷。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祝福，愿天父上帝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救赎甲毋忘，信心的扶持甲帮赞，甲恁正人伫地，对这条
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袂倒。欢迎，咱拢是一家人来吃做平安礼。咱彼此请安，确定啊，请今仔日所有的行洗礼、甲更新礼兄弟姊妹来到台前来再做一个点影。啊，请小会员留步吼，咱看甲洗礼的人做伙翕相。喂，咱请所有的洗礼兄弟姊妹、甲更新礼兄弟姊妹到台前来吼。咱嘛请小会员来到台前吼，咱伫下骹甲因做一届翕相吼。啊，每一位洗礼甲行洗礼，恁的家己恁的厝内底的人要翕相，啊，顶下嘛会当伫礼拜内底翕相。